比较年轻。对，那我当初我是在大概2年前来到教会的，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失恋，心情很差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失恋，对，然后那时候硕一的时候就是失恋，就心情很差，就没有心情上课，然后就去图书馆借书来看，刚好就借到一本就是关于就是基督教就是宗教的书，然后它上面是写说，就大概内容是讲说，就是一个人的见证，就是在他需要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很巧的上帝就给他。那他最后他做一个结论，就是他希望读过这一本书的人，就是在你发生，就是你会让你觉得很巧合的事情，就是你用笔把它记下来，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去看说这一连串的巧合是不是代表了什么东西。那时候我就是开始就是写嘛，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注意到，就是我只要走在就是学校的，假如说我去上餐厅。然后去吃饭，然后就有人会跟你说，我最近在教会干嘛。然后我那时候去师大夜市的时候，也是就是无缘故走进去那种青年会所，然后就有人说，同学你要不要进来唱诗歌啊？对，然后最让我震撼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去跑步，那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妹妹走过来，然后那个妹妹就跟那个妈妈说。妈妈，我要去找耶稣，我相信耶稣的存在。对，然后我就哇，真的就是很震撼。对，然后就从那时候就来教会，对，一直到现在。对 ，OK。那个我这次要分享就是我在当兵时期，就是上帝是如何带领我的。然后我是在这礼拜一刚从师养退伍。那去年这个时候，就是我跟大家一样，就是。刚毕业收到了兵役征集令，那印象中当天报道就是集合去新训单位的时候是由乡公所统一派车，那时候因为我一个人比较早去，所以我去的时候都还没有人在那边等。那随着时间过去，就是集合人越来越多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怎么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？那我去会不会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？然后我就跟上帝讲说，主啊，我这样子好孤单啊。怎么办？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，就是过了10分钟，我看到我高中同学，就还两个哦，就是很悠闲那样走过来，对，然后跟我打招呼。那在那个新训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是比较高的缘故，然后我就占了那个排面班的班头。其实我觉得占班头是一件还蛮对，然后就是只要他要发资料，他就叫你。然后他要收资料，他也叫你；然后他要点人数，他也叫你；然后甚至我最后还被抓去举连旗，对。然后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就是靶场离那个我们的营舍都很远，然后举连旗就举得很爽。那时候就是我以前在当兵前，其实我是会为了那种小事，有时候会很烦躁，对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时候就是被放在那个位置，就觉得也还好嘛，对。然后就觉得耐心就是越来越好。那在新训结束前，就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对新兵很重要，是要抽签。那抽签就是他分大抽跟小抽。那小抽就是他会派就是某个单位的人，然后他会跟大家讲说，我需要的是什么专长。然后如果你符合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去报名，然后他是甄选。那大抽是指就是他先帮你分好，就是你是什么类别，然后再统一去抽签。然后在小抽之前，我就做好了功课。然后那时候世家就说，龙潭的陆军司令部不错，就是寝室又6个人一间，然后又舒适，然后离我家又近，对，重点是离我家超近，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去报名，对，然后去报名之后就发现说，就是那个单位就是参与的人特别少，可能别的单位可能就是动辄就是60、70个人，我那个单位就30几个人，我就机会好像变高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时候就是还要考试，考试因为我报的是电子专长，然后电子我以为是考电子学，然后电子学是在我入大概4年没碰了，对，然后我就蛮紧张的，我就跟上帝讲说难得这么有机会，然后现在考试我会不会在第一关就被淘汰？然后就说给我智慧的，然后考卷发下来其实就是异常的简单，然后就是
就是我都会写，然后最后面谈的结果也很顺利，对，反正一切都很顺利就对了。然后到最后公布就是抽签的名额我也有，我就是其中一人，因为他有2个人，然后4个人抽签就2倍取。然后抽签当天就是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就是有那种小配合，就是有人会在手掌画眼睛啊，就往后摸，所以说哦我看得到钱，啊有些会涂绿油精，就是哦我会抽到2000的，然后我就在台下2000，然后我就在台下就一直祷告啊，我就说你看你从报名的人数到考试到面谈都这么顺利，那这个单位你应该是可以让我去吧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跟主祷告。结果我抽出我也中签，然后我当时脸都绿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可是我想说，那应该是主他自有他自的安排。然后当天就是中午就继续大抽，那很不幸就抽到了现在的单位是54人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问那个新训的班长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他就叼着烟，然后一副很悠闲的跟我讲说，就实战单位嘛，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同学看到我抽到54两，大家都是就是皱着眉头这样，然后我回去查也发现说，他的风评蛮差的，就是军机案件很多啊，就大家都把它讲得很黑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当下我就开始就是有许多的担忧了，然后我就问上帝说，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啊？对吧？你怎么对我这么残忍啊？然后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？我怎么都不知道啊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担心的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我体能没有很好啊，对。然后我发现我怕我到那里不能适应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个性，就是我跟陌生人会比较不会 social， 对。然后我怕自己因为慢熟的个性，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欺负或者是受到排挤。然后很奇妙的就是神奇，就是听见我的声音，就是在我进入54两日前，他把我送到高雄的通讯学校受训，就是受我有线电学。那有线电它其中一项就是要把电线杆，对，它是用我们叫登高板，就是它有一个勾勾，然后就是有很粗的麻绳绕过去，然后下面就是绑着一个木板。然后它是利用你脚跟手的力气把你的身体给撑上去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上课前就是先做体能嘛，就是做什么浮力挺身啊30下，然后深蹲30下，还有跳30下，然后单杠就拉10下，拉不上去就再补10下浮力挺身，就一下单杠就补10下浮力挺身。那时候就很累啊，然后我体能差当然受不了啊。可是时间一过之后，就发现说，我体力好像慢慢变好了。就是当初我所担心的问题，好像已经对我来讲不是问题的。那我还要跟上帝讲说，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我去的时候我会不会被排挤啊？那到我连上之后，就是因为我们连上分4间寝室大寝，然后我分到那一间大寝，就是里面的学长就是还蛮好笑的，就是有什么就是行为举止就很幼稚啊，然后就很容易就打成一片，然后对新兵也蛮好的，对。那当然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我就慢慢放下紧张的情绪，然后跟里面的兵还有跟里面的长官关系慢慢变好，所以最后我就是在里面也吃得很开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6月，就是今年6月，就离我退伍就是8月，对啊，2个月前。然后我那时候在田中下基地，就是打实弹。那打实弹就是常常就是不能休假。可那时候我的规划就是，我那时候要找工作，我没有办法。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自己默默的预备，然后一直跟主祷告说，我要一个合适的工作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干嘛，就是我要哪一类。然后那时候我在人力银行大概投了大概有6间公司吧，就很幸运，就是几乎都有打电话叫我去面试。可是好不容易就是某一间公司瞧好时间，然后上面人就跟你说，这礼拜要管休，对，然后你就傻眼，然后我就跑去跟林阳讲说，不行啊，可是我这礼拜1我已经跟人家讲好说我要去面试啊，林阳你有想个办法？然后林阳就是说没有办法啊，营长讲的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，我就只能取消那样子。
然后好不容易在6月底的时候，就是有一间到去面试，其实面试的过程之中蛮顺利的。然后到最后那个人资走过来就跟我聊天，然后其实他问的问题都还蛮尖锐。然后他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都没看到你的自传上面写说你有什么兴趣，你6日都在干嘛？然后你直接脱口说，我礼拜6的时候会来教会。然后那个人资版就是看我的履历这样子，然后突然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怎么样嘛？然后他就教会，然后他就说他之前面试过一位算是新进的员工，他说那个员工进来之后跟他请了1个月的假，说他要去教会服侍。我他对教会的印象很差，对，然后他最后也是说他就是在联络我，对，那就是还蛮幸运，就是最后就是有去，那有去之后他是希望我就是在，因为我8月5号退伍嘛，他希望我12号就去，我说12号太早了，然后说我会9月2号去，对，9月初去的，他不行，太晚了，不然就19号。对，然后之后就敲定19号去之后，就过没几天我就回去，然后跟我爸聊天。我爸就在隔2、3天之后就跟我说，有个工厂收掉，你可能以后要靠自己。我就突然就是就上帝已经预备了。对，然后就在这些事情就回想起来，我发现就是我当初就是担忧的事情，跟我还没想到的事情，就是上帝他已经为我预备好。那就如哥林多前书2章9节所说的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。那在当兵这一段时间呢，感谢神，就是他如果没有他的带领的话，就是我不会这么平顺，然后不会学习到这么多的东西，然后也感谢他让我在不管是我的身体或心理都成长很多。最重要是，我可以这么平安的退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，谢谢大家。